厕所啊，然后还有屋顶漏水的，还有改善。我们也编列了一些相关的经费，针对市场的硬体，包括了地坪、水沟、环境清洁，还有我们的公厕，未来我们都会做大力的一个改善。有很方便啊，那些老人才可以不用爬上爬下，拿去那边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啊。所以这边摊商都还蛮支持的。对，蛮支持的，因为东西有时候每个人都要新鲜的啊。如果今天卖不光，没有卖光的，就是拿去那边，人家还是会拿去。因为其实市场其实有很多多余的物资，那其实摊贩商如果说要让明天再卖的话，坦白讲已经消失那个新鲜度了。那如果可以将今天剩余堪用，然后卖相不好的留给我们社区的长辈，甚至独居弱势，那其实这份爱会大家感受到市政府的温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菜市场是市民每日采购食材的地方，而卖相差或没卖完的食材该怎么办呢？台南市政府为了鼓励惜食的理念，陆续设置了16处爱心惜食平台，其中有15处就在公有零售市场。市场摊商可以将卖相不佳但还可以食用的食材放进冰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此外，市府也致力于改善市场的硬体设备，例如关庙市场近期增设货柜公厕，方便民众及摊商使用。市场处并邀集在地7年级学生共同彩绘外观，展现关庙市场的在地特色，让菜市场除了民生采买，也发挥更多凝聚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关庙是一个老的市场，所以说我们有些设施还不很完善，所以刚好用最节省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建置了这个货柜屋洗手间。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谢谢这个市场处很快的就能够反映这个在市场购物的婆婆妈妈以及民众的需求，然后能够很快的速度把这个公厕给设立起来。那它的功能虽然是货柜屋，但是功能一应俱全，而且事实上清理是很容易的哈。建立起这个惜食平台，用这个冰箱储存的方式，欢迎大家可以自行取用。不管是要做公餐的社区，或者是家里有需要的年长者，都欢迎来取用这个惜食平台里面的一些食材。我们希望能够建置更多台惜食平台的这个冰箱。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一起来做。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11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一箭双雕艺术季今年已经迈入第10档。主办单位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特别伫个七股盐山，用盐加水流茶打造一个地景艺术。市长黄伟哲鼓励游客来台南欣赏艺术季，同时也表示，随着中央推出振兴券，台南佮加上抽汽车、抽现金以及招待免费坐游艇。已经迈入第10档的一箭双雕艺术季，伫市长黄伟哲、云嘉南管理处长、台盐董事长等贵宾的剪彩，8月11号正式开展。来者都来当欣赏7股全台湾独一无二的盐山以及一地景艺术以外，今年伫馆内盐雕更是要打造东华城堡加丰富生态盐乐园，同时规划漂流木作为创作的主题。其中的雕工用漂流木制作个人上界需要的展档，由护士替市长来注意的翕相，模样相当高水。希望解封以后带动来台南的观光人潮。不管在马绍沟也好，不管在我们七股盐场也好，历年来这已经是第10年了哈，10年已经上小学5年4年级了哈，所以说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活动。我们期待大家疫后的观光旅游，不仅是自己开开心心，也能够这个玩出健康，而且玩出许多价值出来。那自己跟家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一起来。会中主办单位洪嘉南管理处长嘛，总办成乐园的国王，欢迎大家做好防疫，共同来感受盐调的幸福王国。因为在家待久了我想很多在座的各位家长也是很辛苦，因为小孩子每天腻在家里面，真的是大家做父母的也这个会很烦躁那就趁机会就是暑假还有一点尾声是可以带出来来我们这个台南这边沿海的这个将军马沙沟还有我们的七股盐山盐博馆这边来走走，这里都是有非常好的，像这个我们的盐雕这一次有策展了10座这个展览，那我们这个是各位看到的展板就知道说，我们这个是打造一个滨海盐乐园就是一个幸福王国随着疫情受到控制，迎接中央推动振兴更的商机，市长吴伟天嘛强调，台南延续去年66亿的购物记录，今年第一波除了有观光旅游大棚的加码，更受抽汽车现金，甚至借出游艇的免费招待。不排除除了抽车子之外，不排除在车子上面升等，从这个国产品牌也可能再增加一些其他的品项。另外，我们还会推出一些观光旅游胜地的这个住宿券，或者是长期 Villa 的这个长期免费住宿。譬如说，你1年来这边消费，可以来这边住个30天，或是15天，或是10天的这个免费住宿。那你随时不关喜动也当来，随时都可以来。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吸引力很高。那我们也不排除推出游艇这个浪漫游的这个免费招待的这个部分。那除了手机之外，有可能今年会不会出现更高额的房子这个部分。艺术季的登场拄好迎接七夕情人节，嘛欢迎大家来台南感受户外畅快放松、安心防疫和幸福的滋味。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因应疫情，餐饮业也想出新的行销通路。爱心总铺西蔡瑞成结合高间餐饮业者，11号中昼伫台南市议会举办快闪的活动，让消费者提前伫线顶预约订餐，然后业者将餐点送到预定的地点，用快闪的方式交予消费者。前一阵仔因为疫情的关系，互真侪业者拢受到严重的影响。颠倒是互真侪业者拢想出新型的销售模式。伫8月11号的中昼，由爱心总铺师蔡瑞成发起的出走料理面交快闪的活动。这摆活动针对市政府各有市议会同仁会用透过线顶来点餐，然后由店家伫咧活动的时间做伙甲餐点来送到活动的现场，方便同仁因来领餐。这边的疫情对餐饮界冲击非常的大我前一段时间拢伫拜6时有来遮面交来做一寡便当来遮提互市内的人客有一寡料理工作室的朋友讲咱一起来这边一起面交的话，或许效果会更好所以阮就伫咧顶2礼拜的时阵有来这边面交快闪的活动个加上这边了，阮就讲咱来找市政府合作参市议会做伙来做这件代志顺续来疫情期间大家拢做辛苦来服务这个公务人员互因免遮尔辛苦，会当伫一个所在下班的时间。同时去面交到很多的美食产品我感觉这种方式会当持续的去做也可以服务到咱的消费者。现在2级解封了以后，他们就走出他们的店面，来到这边呢做一些生意。那台南市议会呢义不容辞，在这边有一个快闪的活动，就是定来这边取货，希望能够帮他们渡过难关，也希望他们呢有生意可做。维持店里的开销和收入，希望这个的活动呢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以及响应。活动的期间，议长郭信良嘛亲身到现场表达支持，嘛肯定餐饮业者为着要因应疫情来开创出甲传统无同款的行销模式，透过这个方式，会用互大家伫咧同一个时间买到无同餐厅的餐点，嘛互领餐的地点变甲更较单纯，甚至伫餐点的部分，阁会当拍折。实在是足大新的做法。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
连续几日的好大雨，总算变好天。台南市环保局37区的清洁队11号进行大摒扫，同时嘛邀请各区里甲志工做伙加入，清除社区内粪扫甲积水容器，预防天高的白尾网滋生。防疫3级警戒降到2级，台南市环保局自8月起恢复办理环境清洁日。 将伫咧8月14日，动员37区志工公布进行扫街、清除积水容器等工作，要赶伫咧大雨过后1周以内，完成第一波白尾网滋生的工作。COVID-19 防疫重要，但预防天高热嘛同款袂当放松。在你规工的大扫除。 环保局37区的清洁队总共出动队员1058人，南区清洁队下晡嘛来到开南里，甲社区志工共同来清洁环境。今天我们配合那市政府的8月11号的环境全市大扫除，今天总共我们动用了37人，针对开南里、彰南里、光明里来进行区的大扫除谢谢大家的里长还有志工们大家的配合。这以后那个积水容器会特别多蚊虫的也特别活跃。今天非常感谢台南市环保局南区区队派区队人员协助开南里整理整个里的环境。一直以来，市长非常重视环境的清洁，尤其在0730豪雨之后。 那各处都有积淹水的情形，所以我们动员了辖区的所有的志工、环保志工，大家一起来大清扫，希望能够重整我们的家园，给我们的家园更好、更精简的一个环境。环保局长谢世杰表示，近期有缘有突发性的降雨，也则是雷阵雨的发生，市民朋友一定要伫雨后巡视居家环境，清除积水容器。 防止天高的白尾网的滋生，若是有查到滋生源，将会开单告发。争取到环境清洁日，赞！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法规委员会上午审查台南市政府所提案的共享机动车辆管理治理条例草案，为经营业者规范到消费者权益、公共安全等等，总共16项的条文进行逐条审查。 经过讨论修改之后，将送到大会进行二三读。伫法规委员会召集人蔡淑惠甲李启伟的主持，由市府交通局所提台南市共享机动车辆管理治理条例草案，上午进行审查。对制定的目的、主管机关、到业者的营运许可的年限、退场机制、甲公共安全保险等，一条一条审查。 其中议员上关心的也是消费者的权益。比方说，他要求你要在平台上面明确的揭示机动车辆使用费率、使用方式什么等等的。第八款是规定说，你包含你要收的这个押金、租金、保证金，或者是履约保证什么等等，都要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到时候甚至其实我待会会讲说，在第4款，其实你应该还要包含责任告知。好，那。 这个责任告知、使用方式、共享费率等等东西是你要放在这个平台上。可是如果因为你现在规范的整个条文这样看下来，你规范的是提供这个车辆、提供这个小客车或机车的业者，就是他业主。可是你这样讲起来之后，其实把平台是跟他切开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平台没有讲述这些东西，而到时候造成消费纠纷或者是你管理有问题的时候，你到底应该苛责的对象是平台的业主？ 或者是机车、汽车的提供者，这个服务要提供完成，需要2个元素，一个元素是平台，一个元素是车辆。那我们现在定的条件是这2个元素都需要这个业者所拥有。这个机动车辆服务的业者，他背后他当然要备具平台跟备具车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业者，应该指的是提供服务的这个业者。那他背后，比如说。 他当然可以把他的平台，去委托另外一家资讯公司来做，可是他必须是一个主体来管理这个平台跟管理这些车辆，所以这里的业者指的应该是对于
提供使用这2个元素来营运的这个业者，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把它分开我又要管平台的业者，又要管车辆的业者，我们希望它应该是一体的。委员会召集人蔡淑慧表示，伫个6都内面，只剩台南甲台中，无共享机动车辆的管理自治条例，以台北甲新北市已经执行2-3档。召集人强调，是不是应该先执行，再过来进行修法？很谢谢我们今天参与的委员跟议员，也关心到未来消费者跟这些业者之间可能产生的消费纠纷，来做了很多的一个探讨跟建议。那我想这个自治条例，在6都里面，现在目前为止，除了台中市还没有制定以外，不管是新北市、台北市、桃园，甚至高雄都已经制定完成。那我们台南市是第5个制定的县市哈，我想这样执行的1-2年的一个条文，我们也愿意欢迎很多业者能够来台南市经营机动车的共享，让我们台南市的交通会更顺畅一点。那这个自治条例如果说在未来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大，我想我们台南市议会随时可以进行修法，来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伫总共16条的条文，委员会修改部分。包括业者的营运管理计划书，是毋是要涵盖服务的范围、数量、甲灾害应变等。另外，伫保险方面，包括产品的责任、甲第三人的责任保险等。伫营运的平台，是毋是嘛应该明确来解释，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国际赛车会300伫湾区向美国总会申请补助，购买1台物资巡回车，捐赠予台湾普利关怀协会，作为食物爱心银行载运物资使用。副市长戴谦、甲社会局长陈永基嘛特别前往见证。普利物资巡回车，幸福启航。台南市社会局为了提供弱势家户所需要的物资，增加物资多元性的选择，伫新营区设置食物爱心银行溪北分行，并委托社团法人台湾普利关怀协会办理。该会理事长张惠芳表示，食物银行秉持着黄市长照顾弱势优先的市政理念，每下国际赛车会捐赠物资巡回车，希望会当帮助到多济弱势民众以及家庭渡过难关。关怀饥饿及为儿童服务委员会主席张惠芳张主席，谢谢大爱心，谢谢张主席，赞。今天这个物资巡回车的一个捐赠呢，事实上是一个跨国的一个捐赠，由我们美国狮子会的总会呢提拨基金，和我一部分呢有小部分由我们这台南这边的这个师友们一起来共同做这个捐赠。那很难得，这是我们国际狮子会呢有史以来第3部捐赠给台湾的车子，那很荣幸呢捐给了我们普利食物银行。那普利食物银行在这里会把这个车子呢，不管是载到山区去，或者是站在海边，会把物资呢送到需要的人。尤其我们普利食物银行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希望鼓励长辈们能够健康共餐。所谓健康共餐，才能够真正解决独居的情形。我们希望所有的老伴都手牵手，或者一个人也没关系，能够加入到老人会的共餐点，或者是我们社会局这边的关怀据点去共餐。那我们普利食物银行呢，就会把需要的物资呢，以加菜金的方式呢提供给这些点，让大家呢吃得更开心、更营养。未来这台普利食物银行的物资巡回车正式启用了后，会当将爱心物资送到更加偏远的地区的弱势家庭手中。对此，台南市副市长戴谦表示，有这个物资巡回车以后呢，就把各个据点结合起来了。
所有的这个物流呢就畅通了。所以呢，捐赠这样的一个车子是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那对大家呢真的是很有福气。当理事长张主席这边呢，然后协助我们有争取到这一步的这个物资车。事实上，这个部分的话，这是弥补了一个我们食物银行的一个短板了哈。那尤其山区的部分，好，包括了左镇、南溪、玉井等等这个部分。那现在的话，这样子有这一部车进来呢，也配合了我们整个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部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食物爱心银行一直徛伫咧服务弱势第一线，亲身感受到各行各业所受到的冲击。有部分的民众因此工时减少，甚至失业，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好佳在有食物爱心银行的帮忙，才会当过活。现在普利食物银行有了这台物资顺回车的加力，会当将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送到更加偏远、更加弱势的角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近年来，因为饮食习惯改变，造成大肠直肠癌一直增加。安南病院除了提供达文西手术以外，今年才阁引进3D 影像系统，不但降低患者医疗费用，效果也更加好。最近几档，大家咧食物件的习惯无像以前遐单纯。经过统计，大肠癌已经连续13档是台湾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除了发生几率悬以外，患者的年龄嘛愈来愈少年。安南病院大肠直肠外科主任吴嘉伦医师特别要提醒民众，除了一定要伫食的方面做出调整，同时嘛要配合定期检查，才会有效来降低癌症的发生率。在年初购买的一个我们叫做3D 的腹腔镜的影像系统那可以提供在腹腔内有一个3D 的影像那我们可以把腹腔里面的肿瘤，不管是肿瘤、血管、神经、淋巴结都看得清楚那对于我们的肿瘤切除那淋巴结的清除，还有一些血管的保护、神经的保护，其实对于那个效果都有大幅的提升，因为视觉比较好那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手术相对来说清除率比较高，而且安全也会比较高。腹腔镜的比例大概这近4年来4年左右有大概接近80%，我们的数据是81.5%了。其实全国平均值的话，在107年平均数据是46%我们这边的腹腔镜的大肠肿瘤切除的比率是比全国的比率还要再高这样子。安南病院伫咧今年初增加3D 影像的系统，互医师伫咧进行腹腔镜手术嘛有3D 的影像会当来协助，互最近几档来手术成功率高达81.5%。透过这个技术，除了有更较好的手术效果以外，嘛会当降低对血管神经的伤害，同时嘛会当大大来减少患者伫咧治疗方面的费用。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份的天气，温度26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